小弟今日講嘅天，唔係天空嗰個天，更加唔係《道德經》所指大自然嘅嗰個天，而係華夏民族幾千年來相信佢就係主宰同埋掌管人間一切嘅嗰個天。書經話：天佑下民，作之君，作之師，為其克上上帝，重綏四方。點解呢？就係天庇佑百姓，為百姓設立君主，設置太師。太師係古代三公之一啦。只有天才能夠佑助君主。古代咧，上帝係指君主嚟㗎。安定四方，亦即係天掌握一切，都冇佢唔掂啊！而呢個天呢，明辨是非，賞善罰惡。你做惡事天怒人怨，就係君主都會降禍殃俾你，炒鬼埋你都仲得所以書經治要同時話為上帝弗常，作善降之百祥，作不善降之百殃。祥善也，天之禍福，為善惡所在，不常在一家也。意思係咩呢？係君主之位保唔保得住呢？存在於君主作善還係作惡而招致嘅天降禍福。因此君主之位亦唔會永遠屬於某一個人㗎。華人呢個天同基督教嘅上帝天主是否一無相通呢？相信係今日基督教徒極需要思考嘅問題啦。